大家好，床蝨呢種小小嘅生物，竟然有能力癱瘓一個國際機場。聽起嚟好似笑話，但係西班牙馬德里機場最近就因為床蝨問題而搞到雞犬不寧。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呢個絕對唔係遙遠嘅新聞，因為佢哋隨時會跟住我哋返屋企。西班牙阿道弗蘇亞雷斯馬德里巴拉哈斯機場呢個歐洲第6繁忙嘅國際機場，最近成為咗歐洲旅遊新聞嘅焦點。但唔係因為佢嘅服務質素，而係因為一場令人毛骨悚然嘅床蝨危機。自從今年5月初開始，陸續有機場員工同埋旅客向管理中心投訴，話俾不明昆蟲叮咬，並且出現明顯嘅皮膚過敏反應。呢啲叮咬痕跡集中出現喺手臂、腳部同背部，形成一堆堆嘅紅腫印記，完全符合床蝨叮咬嘅特徵。最令人擔心嘅係，呢一啲床蝨主要集中喺機場嘅第4航廈，而呢個航廈同時係最多露宿者聚集嘅地方。根據西班牙媒體報導，近半年嚟馬德里機場內嘅露宿者人數大幅增加，每晚多達500人喺機場內留宿。呢個數字聽起嚟可能唔算好多，但係對於一個本身已經人流密集嘅國際機場嚟講，呢啲額外嘅住客無疑為衛生環境帶嚟巨大壓力。床蝨係一種高度適應人類環境嘅昆蟲，佢哋可以喺攝氏-10度到攝氏45度嘅環境下生存，而且可以喺冇進食嘅情況下存活長達1年。呢一啲特性令佢哋成為極難根除嘅害蟲。部分旅客甚至喺社交媒體上載咗佢哋嘅咬痕相片，引起公眾恐慌。呢啲相片顯示受害者嘅皮膚出現大片紅腫，有啲甚至出現水泡，睇落真係令人不安。機場管理單位其後證實已經聘用專業滅蟲公司對航廈地面、家私、行李輸送帶等嘅位置進行全面消毒處理。但係專家指出，床蝨嘅生命力極強，一次性嘅滅蟲行動未必能夠徹底解決問題。更令人擔憂嘅係，床蝨問題似乎唔係局限於馬德里機場。帕爾馬馬略卡同馬拉加機場亦都傳出類似情況，雖然當地官方暫時未有承認，但係已經有員工透露話需要每日噴防蟲劑先敢返工。呢個情況令人懷疑，床蝨問題可能已經喺西班牙嘅交通樞紐廣泛蔓延。西班牙機場管理公司嘅回應顯得相當保守，佢哋強調情況未如傳媒所指咁嚴重，聲稱床蝨出沒只限於非常有限區域。公司發言人表示，已經立即展開滅蟲及清潔行動，並且指出呢一類害蟲多同人類流動有關，並非機場設施本身嘅問題。不過，呢個解釋似乎未能夠完全說服公眾，特別係當越嚟越多嘅旅客開始分享佢哋嘅恐怖經歷。床蝨係屬於專性共棲動物，即係完全依賴人類及其環境嘅動物。佢哋唔單止會叮咬人類，仲會透過行李、衣物等物品進行傳播。一隻懷孕嘅雌性床蝨可以產下多達500隻卵，而呢啲卵喺適當嘅溫度下，只需要6到10日就會孵化。呢個床蝨危機嘅影響唔僅僅局限於西班牙，事實上，床蝨問題近年嚟喺全球多個地方都有上升趨勢。法國喺舊年就經歷咗一場大規模嘅床蝨爆發，巴黎嘅酒店、戲院甚至係地鐵都發現咗床蝨蹤跡。而家輪到西班牙，呢個模式令到專家擔心床蝨可能正喺歐洲大陸進行一場靜悄悄嘅入侵。對於香港人嚟講，呢個消息特別值得關注，因為歐洲一直係港人熱門嘅旅遊目的地。隨住香港同歐洲之間嘅航班逐漸恢復正常，床蝨搭順風車返香港嘅風險亦都相應增加。專家建議，如果發現床蝨嘅話，第一步係觀察皮膚係咪出現成堆嘅紅腫咬痕。呢啲咬痕通常會出現喺手臂、腳或者背部等暴露部位。旅客應該喺入住酒店嘅時候，仔細檢查床褥接縫、枕頭、床架底部係咪有黑點、小白卵或者異味。床蝨嘅糞便會喺床褥上留低黑色或者深白色嘅污漬，而佢哋嘅卵則係白色、橢圓形，大約有一粒芝麻咁大。行李絕對唔可以放喺床上，應該擺放喺行李架或者浴室等遠離睡眠區域嘅地方。
床蝨最活躍嘅時間係夜晚，特別係凌晨2點到5點之間，佢哋會被人體呼出嘅二氧化碳同體溫吸引，所以床邊係佢哋最中意嘅藏身地點。一隻床蝨可以喺5到10分鐘內完成一次吸血，然後返回隱蔽處消化食物。回港後嘅預防措施同樣重要。旅客應該即時用高溫熱水清洗所有衣物，包括未穿過嘅衫褲。床蝨無法承受攝氏60度以上嘅高溫，所以用熱水洗衫係最有效嘅殺滅方法。行李箱內層亦都應該吸塵並且曬乾。如果可能嘅話，最好將行李箱擺喺陽光下暴曬幾個鐘頭。床蝨問題唔僅僅出現喺機場，日本嘅酒店業近期亦都面臨類似困擾。有網民喺討論區發起一人講一間日本住過最差嘅酒店嘅討論串，結果發現東京、大阪同福岡嘅7間酒店被最多人點名，其中唔少都係因為床蝨問題。呢一啲酒店包括一啲知名嘅連鎖品牌，證明床蝨問題並非只係影響低檔次嘅住宿場所。網民嘅投訴內容相當恐怖，有人話床單上有血跡，有人話半夜俾床蝨咬到全身紅腫，甚至有人話見到床蝨喺牆上面爬行。呢啲經歷對於本身已經花費唔少嘅日本旅行嚟講，絕對係一個巨大嘅打擊。更令人擔心嘅係，呢一啲床蝨可能會跟住旅客嘅行李返到香港，造成本地傳播。床蝨嘅傳播主要係透過被動方式，即係依附喺人類嘅衣物、行李等物品上面進行遷移。佢哋唔會主動跳躍或者飛行，但係佢哋嘅攀爬能力非常強，可以輕易咁爬上垂直嘅表面。科學家最近對馴化呢個概念提出咗新嘅定義，將床蝨歸類為家禽畜嘅一種。呢個分類可能聽起嚟有啲奇怪，但係床蝨確實符合咗新定義嘅標準。佢哋係非人類生物族群，為咗適應同人類相關嘅生態環境而演化，而且喺冇人類嘅情況下根本無法生存。呢個新嘅科學觀點提醒我哋，床蝨唔係偶然出現喺我哋生活中嘅害蟲，而係一種高度演化、專門適應人類環境嘅生物。佢哋嘅生存策略非常成功，以至於喺全世界嘅城市環境中都可以揾到佢哋嘅蹤跡。呢個現實令床蝨嘅防控工作變得更加困難。西班牙機場管理公司雖然已經實施限制部分時段嘅非旅客進出措施，但係啲措施似乎未能完全遏止床蝨滋生嘅風險。露宿者人數嘅增加，為害蟲繁殖提供咗理想嘅溫床，而機場嘅恆溫環境同人流密集嘅特點，更加速咗床蝨嘅傳播。專家警告，隨住人類持續入侵相對未受干擾嘅環境，可能會造就一個絕大多數生物都變成家禽畜嘅未來。床蝨嘅成功適應只係呢個趨勢嘅一個例子。隨住我哋破壞自然環境，越嚟越多嘅物種可能會失去天然棲息地，最終只能夠依賴人類創造嘅環境生存。研究發現，床蝨對殺蟲劑嘅抗藥性正係不斷增強。現時市面上嘅好多殺蟲劑對床蝨嘅效果已經大幅下降，呢個問題令床蝨嘅防治工作變得更加困難。科學家正係研究新嘅防治方法，包括利用真菌感染、信息素陷阱等生物防治技術。對於香港嘅旅客嚟講，預防始終係最好嘅策略。喺選擇住宿嘅時候，應該優先考慮評價良好、衛生標準較高嘅酒店。雖然高檔酒店同樣可能出現床蝨問題，但係佢哋嘅清潔頻率同處理速度通常會比較快。同時，旅客亦都應該學識點樣識別床蝨嘅跡象，包括床褥上嘅血跡、黑色糞便污漬、甜膩嘅氣味等。如果不幸遇到床蝨問題，旅客應該即時向酒店管理層投訴，並且要求更換房間。最好係換到距離原本房間較遠嘅樓層，因為床蝨可能已經蔓延到鄰近嘅房間。同時應該仔細檢查所有隨身物品，確保冇床蝨或者佢哋嘅卵附住喺上面。旅遊保險方面，大部分保險公司都唔會為床蝨叮咬提供賠償，除非係引起嚴重嘅過敏反應，需要醫療治療。因此，預防工作顯得格外重要。旅客可以考慮攜帶便攜式嘅床單同枕頭套，呢啲物品可以喺一定程度上減少同床蝨接觸嘅機會。床蝨危機提醒我哋，喺全球化嘅世界入邊，任何地方嘅衛生問題都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區。香港作為國際旅遊樞紐，更加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確保呢啲不速之客唔會喺我哋嘅家園落地生根。
蕩失危機嘅蔓延，反映咗我哋生活喺一個高度互聯嘅世界入邊。一隻小小嘅昆蟲可以從西班牙嘅機場傳播到日本嘅酒店，再搭住我哋嘅行李箱返到香港。呢個現實提醒我哋，個人嘅衛生防護唔單止係保護自己，更係保護整個社區嘅責任。下次當你準備出發去旅行嘅時候，記住帶定防護意識，做好檢查工作，因為你永遠唔知道呢啲小小嘅旅伴幾時會不請自來。如果你覺得呢個影片對你有幫助，記住撳個 like 同 subscribe，等更多人知道點樣保護自己。旅行應該係愉快嘅回憶，而唔係恐怖嘅經歷。多謝收睇，下次見。